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自己嘅產品或者服務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 Google 或者 YouTube 自然排位展示出嚟？喺呢個視頻，我哋就教大家點樣可以零成本做到呢樣嘢。我哋先了解一下每1分鐘互聯網嗰個海量數據變化。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 ，Google 200幾萬搜尋，域名增加70個。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。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，我哋點可以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300幾萬嘅查詢，為我哋帶嚟流量訪問？我哋試一個關鍵字 Waterley HeatPads， 我哋嘅關聯產品熱升華轉印機，我哋全球排位第1。下面 Google 俾咗2個簡易冠名嘅簡易搜尋我。Google Pads Waterley HeatPads for Men，Google Pads Sublimation HeatPads 呢2個帶嚟嘅關聯外聯有3萬幾。呢3萬幾個外聯喺不同個時間、不同個時段都會為我哋帶嚟訪問、帶嚟流量，去了解我哋嘅產品、了解我哋嘅設計。我哋再翻去 Google Video 嘅頁面睇下。喺10個排位裏邊，我哋霸佔咗8個，同時大家都見到有啲競價廣告出嚟。喺呢度就說明咗好多廣告主嘅投放已經轉向咗視頻。我哋再翻去第2個情況一樣，係俾我哋霸佔咗8個。第3頁一樣係霸佔咗8個。第4頁又係霸佔咗8個。第5頁都係霸佔咗8個。第6頁都係霸佔咗8個。第7頁都係霸佔咗8個。喺呢個情況，我哋嘅排位有咁優越，只要我哋將我哋嘅產品做好，我哋就唔擔心越好。全球冇一個產品可以講俾我哋聽，佢係唔需要做廣告，唔需要做宣傳。既然我哋要做廣告，要做宣傳 ，Video Marketing 係我哋唯一嘅選擇，因為佢可以好透徹、好清晰展示我哋嘅產品，俾我哋個海外客戶睇到。而海外客戶無需要長途跋涉，走嚟參觀展覽會，走嚟我哋工廠睇。佢可以喺任何時段，只要佢用關鍵字搜尋，就可以帶出我哋嘅視頻，讓佢哋喺好遠個距離拉到好近個距離，就睇到我哋嘅視頻。確確實實 ，video 係我哋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以前我哋做呢個動作、做呢個行為，要喺電視先可以做到。但係今日我哋喺互聯網嘅世界裏邊，中央電視台多大都唔夠互聯網大。互聯網嘅世界就喺我哋一個地球村一樣，讓我哋好遠個客商變到好近個距離。今日我哋講嘅 video marketing 並非遙不可及，而係近在咫尺。大家只要用智能手機就可以拍攝，將你嘅產品或者服務好透徹展示俾你個客人睇。我哋今日為大家推薦一個平台 Podcast Channel， 佢係唯一一個可以走入中國市場嘅平台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個廣告或者視頻播出之前，絕不加插廣告，去干擾你個廣告播出或者你個視頻播出。同時，觀眾只要用智能手機就可以直接觀賞你個視頻，係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。呢個係我哋嘅優勢。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任何諮詢嘅，大家即管同我哋聯繫一下。喺嚟緊嘅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業推廣，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，喺工業總會培訓中心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，大家點擊呢個鏈接下載報名表，報名參加，亦可以諮詢一下香港工業總會。多謝大家。